2016大選嘅青年首投族超過100萬人，由大學院校學生會主辦嘅總統大選青年對談登場。三黨正副總統參選人就青年教育同就業呢啲議題正面交鋒，亦互相批評彼此青年政策嘅缺失，希望爭取年輕人嘅支持，搶攻首投族嘅選票。為咗搶攻首投族上百萬嘅選票，由大學院校學生會合辦嘅總統大選青年對談登場。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同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都親自出席，民進黨就係由副總統參選人陳建仁代表。青年代表針對青年教育、就業、居住正義呢5大議題，請三黨代表陳述意見。一開始討論高等教育問題，對於青年普遍工時長、薪水低、大學過度擴充，仲有教學同就業無法結合呢啲問題上，三個人各有表述，亦批評對手嘅政策。喺居住正義嘅議題上，陳建仁表示，民進黨未來如果執政，將會增加20萬戶社會住宅。不過就被朱立倫批評資金同土地何在，而宋楚瑜就係提出補貼租金概念。三個人進行最後結論嘅時候，現場亦都出現聲援南鐵東移案同國道收費員案嘅學生拉起布條抗議，令到對談喺抗議聲中混亂結束。